月15日，54岁的香港男星戴耀明宣布自己终于买房，晒出和妈妈一同现身新居的照片，宽敞而明亮。而在此之前，戴耀明曾长期失业，因为无戏可拍。2024年年底到朋友的餐厅打杂、洗碗、端菜、收拾垃圾、洗厕所都是一个人干。他受访表示自己不偷不抢，没什么丢人的。因为在茶餐厅打杂的新闻让他被内地网友关注，继而吸引大量商家找他商演，收入暴涨，也不用继续在餐厅打杂，仅用2年时间，戴耀明就成功脱贫并买房。他在文中表示，80多岁的妈妈只住过木屋区和旧公屋，也经历过战争捡剩菜，多艰难都扛过去。这份礼物应该是迟到的礼物，自己不够努力，赚钱不多，只能省吃俭用才能上车。旧屋和新屋都在狮子山下，母亲的这份不屈不挠的精神值得学习。网友也第一时间留言祝福。而戴耀明出身贫寒，在 TVB 跑龙套几十年，收入极低，卻從不敷衍。這份幸福來之不易，是他認真工作和生活的回報。就係戴手套洗嘅，但係問題咧就嗰個洗碗嘅過程嗰個地方就比較熱啲嘅，係啊，因為都試過嗰個即係好狹窄啊，同埋之前30幾度嘅時候咧都幾係嘢嘅，因為側跟有晒啲爐喺度咧。我試過有一次踎喺度洗得耐啦，可能踎得耐一趌起身咧，哇！天旋地轉嘅我頂你